大家好，我係英雄，歡迎收睇《港識英雄傳》。首先，十分之多謝觀眾嘅支持以及熱烈嘅討論。今期嘅影片為打鬥版戲服嘅第二期，涵蓋咗一啲上期影片未能提及到嘅內容。其次，整合咗各大觀眾嘅寶貴資訊以及意見。如果未訂閱關注我嘅話，就可以簡單撳個掣，唔好錯過新出嘅影片啦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開始。蒙面超人 Black 絲襪褲。蒙面超人 Black 嘅皮套係以黑色為主，佢嘅設計捨棄咗傳統嘅布料，身體大部分都採用軟膠以及皮革質地嘅設計。蒙面超人 Black 嘅打鬥主要係以拳腳肉搏戰為主啊，因此拍攝打鬥場面嘅時候會換上一條黑絲襪，方便皮套演員活動。好彩當時影片嘅畫質並唔高，如果唔係睇到，一定會強迫症發作嘅。蒙面超人 Black 嘅反派亦係經典嘅角色，蒙面超人影月。影月嘅皮套設計，即使放到去2026年，都會感到十分驚豔啊！手踭以及腳踭嘅爪可以話係影月最著名嘅標誌。設計上，呢啲爪時刻都進行住超震動，就連岩石都可以輕鬆切碎啊！其次，亦都有提升拳擊力、跳躍力以及踢力嘅效果。而相信老 fans 一定已經留意過，拍攝嘅時候全部嘅爪都變成咗依附喺皮套上面嘅裝飾啦。蒙面超人 Drive 打扁咗嘅 Beludo-san， 作為進之界嘅拍檔，腰帶先生可以話係付出咗唔少啊！唔單止發明咗變身腰帶、跑車，更加提供住戰術嘅支援，自己亦成為咗變身器嘅一部分。變身器嘅外貌設計係以汽車儀表板以及跑車引擎為概念，但係放一個儀表板喺個肚下邊，對動作影響實在唔細啊！因此就有咗纖手版腰帶先生嘅出現啦。蒙面超人 Amazons 彎曲嘅腰帶。Amazons 嘅腰帶設計係致敬咗舊作蒙面超人亞馬遜，並加入咗唔少嘅機械感喺上面。變身者需要扭動左握柄，啟動變身音效之後就可以完成變身，而抽出右握柄就可以變成各種武器。不過相比起舊作嘅腰帶，新嘅腰帶為咗襯托大眼睛，所以整體嘅設計就被下調，並配合住狂野嘅動作，因此就出現咗呢啲景象啦。蒙面超人 Revice 我的滑板鞋。正所謂我的滑板鞋時尚最時尚。當使用胡狼印章以滑板作為組合技嘅時候，為咗配合高難度嘅演出，並保障滑板演員嘅腳腕安全，自然就要換上一對時尚滑板鞋啦。講起蒙面超人 Revice 嘅印章，當佢將備用印章扣喺左右兩邊嘅收納嘅時候，對皮套演員嚟講係極度唔方便嘅，因此都有好似蒙面超人 Oz 嘅做法咁樣斬開一半。蒙面超人 Gachado 令你強迫症發作嘅皮套。Gachado 皮套嘅主體採用咗極具未來感以及金屬質感嘅亮面顏色電鍍藍，唔單止呼應咗煉金術提煉金屬嘅意象， Gachado 喺陽光底下打鬥更加會折射出強烈嘅金屬光澤，所以就令到觀眾睇得非常之過癮啦。最後，蒙面超人 Saber 不得不提嘅情感龍。情感龍嘅皮套設計喺英雄心目中係數一數二最華麗嘅皮套設計。你不如老實咁樣同大家講，我唔見咗個原道具，我仲比較容易接受。多謝大家收睇今期嘅影片，如果可以嘅話，就記得訂閱關注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 我啦。我哋下期再見。